我们也请各位主委签完也可以请留步，因为待会我们还会有一个大合照。向下打击啊！好嘞。局长。你默契不错哦，这个他会用到的。那5连鬼啊！还有那个古养兄，是在那条里面。明年即将举行的总统跟地方委员的大选。那另外呢，也感谢历史悠久、香火鼎盛的城隍庙，提供我们今天反贿选宣言的重要的见证。那我们办这次的活动，那最主要是我们希望借由今天参选人的联署反贿选宣言，能够宣誓绝不贿选，也绝对不会以暴力跟非法的手段来从事竞选活动。我们希望大家坚持的是一个干净选举。那另外，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台南市民，大家能够配合政府的重要政策，不卖票，而且对于贿选的行为要踊跃的来跟进。跟进有3大好处。第一个，刚才子龙国小讲的赚奖金。那第二个是做功德，就是让买票的落选被关，让清白选举能够当选。那第3个，检举人身份绝对会保密。所以9个字：赚奖金、做功德、会保密。我们希望透过大家一起的努力，能够在明年的大选，大家能够在和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情况之下，从事干净的选举。那今天也跟各位报告，我们相关的执法部门，前警察局长、调查处长、政风处的副处长，都在这个地方加以见证，也展现我们执法机关对查贿选的决心跟态度，不容置疑。